事不宜遲啦，即將嚟到啦！我哋今晚晚宴揭開序幕嘅時刻，當然梗要一位好重要嘅人物嚟到台上面為我哋致辭啦！而家大家都準備好知道係邊位咯喎？呢個時候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呼聲歡迎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哈佛主席劉浩然先生嚟到為我哋致辭。Let's welcome our Harvard Chairman, Mr. Gary Lau, on stage to say a few words for us. Chairman Gary.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女士、海關關長陳子達先生、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林永峰先生、運輸及物流局常任秘書長邱卓嫻先生、民航處處長廖志勇先生、各位來賓、哈法會員先生、女士，大家好。我好榮幸代表哈法委員會全體成員歡迎今晚降臨我哋今晚哈法60週年嘅鑽禧會慶週年晚會。哈法60年如一日，為貨運物流行業嘅未來，以務實姿態為行業開創咗新機。由2013年起，我哋就持續向政府建議力推電子化平台，即係貿易單一窗口 Trade Single Window， 奠下咗基石。而經過10幾年嘅協調同埋堅持，呢項關鍵嘅基建終於喺上年邁入咗重要嘅實施階段，全面提升咗香港嘅數碼貿易實力。同時，作為港口社區系統 PCS 嘅策略顧問，我哋正同各方攜手，要將香港打造成真正嘅智慧物流。慶幸嘅係，我哋得到政府嘅大力支持。而喺啱啱發表嘅財政預算案入邊，政府提出咗未來智慧加速計劃，宣布咗已經係預留咗3000萬嘅港元，促進咗業界轉型同埋物流數據嘅互聯互通，亦都加快咗物流業界，尤其係中小企數碼化嘅步伐。受惠物流嘅企業數目預計有100間，相信一定能夠增加行業嘅競爭力。而我哋亦都深信，唯有創新同埋突破，先可以喺瞬息萬變嘅洪流入邊穩握領先嘅優勢。所以哈法喺上年舉辦咗第1屆創新與領航新世代校際比賽。而呢個比賽正正係希望推動行業創新同人才嘅培育，配合政府打造成香港成為智慧物流、ESG 同埋低空經濟發展中心嘅政策方向。而當日吸引咗40支來自香港同埋澳門嘅中學生隊伍嚟參加，透過咗模擬嘅操作、專業培訓，參賽者可以提前建立咗跨學科能力同埋創新嘅方案，解決物流痛點，向來自政府、業界同埋學界嘅評審團展示研究成果。而比賽唔單止獲咗各方嘅好評，仲體驗咗培育物流青年人才嘅成果。比賽圓滿成功之後，其中一組獲得金獎嘅學生將佢哋嘅項目繼續衍生落去，仲喺第51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上榮獲咗銀獎。獲得國際肯定，證明咗校園創意係有潛力，係可以發展成為具有價值嘅可行方案，令我哋深信舉辦呢一個比賽係能夠為中學生開拓國際視野，亦都有助物流業注入新一代創新動力，推動行業持續發展。而我哋亦都好努力同其他地區往來互動，所以上年11月，我哋去咗鄂州同武漢進行實地嘅考察。代表團此行嘅成果豐碩，參與者都表示會大開眼界，認識咗有關中部地區物流基建嘅最新發展，為行業未來提供咗好多新嘅啟發。亦都發掘咗香港同鄂州之間嘅潛在嘅商機。我哋希望真正亦都將貨源帶返嚟香港，重新定位香港、武漢同鄂州之間嘅合作。訪問之後，我哋已經係將成果第一時間向政府匯報。運輸及物流局亦都認為兩地嘅存在係合作嘅潛力係非常之
犀利，所以我哋未來會致力加強雙邊嘅合作。而過去10年，哈法為會員創造咗好多突破同第一次。大家可以望下熒光幕，睇下我哋做過啲乜嘢。而我就唔喺度一一講解啦，因為都喺每一年都有唔同嘅講解，所以今次都唔再做得多講。相信大家都係有目共睹㗎啦。而60年嚟，哈法能夠走過咁多風雨同埋挑戰，不斷咁去茁壯成長，係有賴各位喺背後多年嘅支持同鼓勵。今日有一個難得嘅機會，我哋真係好想向所有支持過哈法，仲有在座每一位講一聲衷心嘅多謝。而我謹代表哈法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特別係運輸及物流局、香港海關、民航處、香港機場管理局、海運港口發展局同埋貿易發展局致以誠摯嘅感激。而佢哋一直以嚟同哈法緊密合作，多年嚟喺政策同埋規劃上都係大力支持，令到我哋能夠一齊推動貨運物流業嘅進步。而我哋亦都要多謝易志明先生過去10多年為業界嘅服務，積極推動政策嘅改革，爭取政府嘅資源。你唔單止係我哋嘅代言人，更加係保持政府同業界良好溝通嘅橋樑。呢啲成就，業界同仁都會銘記於心。同時，亦都想借呢個機會祝賀啱啱上任嘅航運界、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林永豐先生。相信林議員會為大家爭取更有利嘅營商環境，將業界聲音更有效傳達至政策嘅層面。喺度，我都要對哈法嘅創會主席103歲嘅孫傑先生致以最崇高嘅致意。佢嘅遠見同埋付出，奠定咗哈法今日嘅基礎。我哋嘅深深感受到歷屆咁多位哈法主席同埋執行委員，佢哋分別喺唔同嘅年代承擔嘅重任。無論面對經濟嘅挑戰、科技嘅轉型，定係全球市場嘅變化，都係以專業精神帶領哈法破浪前行。而我哋亦都感謝所有哈法會員對協會嘅信任同埋支持。你哋每一位對哈法嚟講都極之重要。我個人對於哈法今屆委員會全體成員同埋60週年籌備委員會為咗支持嘅協會所付出嘅努力，都致以萬分致意。而最後亦都非常感謝秘書處一直為協會做嘅大量工作，特別係60週年活動所作出嘅努力。喺段時間呢，我係冇稿去預備嘅，我係有想少少嘢想同大家分享。今日除咗係我哋哈法60週年嘅大節之外呢，仲係業界徵收燃油附加費有史以來加幅比例最高嘅一日。我對呢件事真係百感交集。明白嘅，我哋喺個營商環境上邊都經常性受到一啲不可抗衡嘅因素，係好難經營嘅。但係今次某啲嘅業界主要持份者嘅商業決定呢，確實係令到我哋係好難再難以生存。多謝政府嘅關注，令到我哋業界有一個喘息嘅空間，同埋有時間思考往後嘅發展。而我衷心希望各位業界主要嘅持份者，將來作出有關於業界商業決定嘅時候，多啲考慮你哋合作夥伴嘅感受，多啲聆聽業界唔同嘅聲音，先至可以達至雙贏局面。明白唇亡齒寒呢個簡單道理，而我相信在座嘅每一位嘅嘉賓同埋會員嘅目標都係同我係一致嘅。就係想令到香港更加繁榮安定，同埋經濟更加穩步上揚，俾大家可以安居樂業。最後，多謝。最後，祝願在座各位嘅新一年
身體健康、生意興隆、家庭幸福、貨如輪轉、馬到功成。多謝各位。Thank you，熱烈嘅掌聲，多謝晒我哋嘅劉主席。